各位老師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新星代教育快訊，同大家一齊快速掌握教育界最值得關注嘅發展。今次焦點係教育局正式公布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。相信大家第一時間會諗到，以後會有更多人工智能培訓、更多數碼教材，仲有更多智慧校園嘅發展計劃。但真正值得大家關注嘅，其實唔係學校會添置幾多新設備，而係教育局對老師角色嘅定位已經開始出現轉變。以前我哋老師主要係負責教知識，但未來老師更加重要嘅角色會係引導學生點樣正確使用人工智能，點樣判斷資訊真假，點樣保持獨立思考，同埋建立批判性思維。換句話講，AI 可以幫學生揾答案，但老師更加重要嘅工作就係教學生點樣問問題，同埋點樣分析答案。所以我建議各位老師而家可以開始思考3件事。第一，自己平時教學流程入面有邊啲工作可以利用 AI 提升效率，例如備課、設計工作紙、整理教材，甚至製作課堂簡報。其實好多重複性工作都可以交俾 AI 幫手，老師就可以將更多時間放喺課堂設計同埋照顧學生學習需要。第二，要開始思考邊啲學習活動一定要學生親身思考，而唔可以完全依賴 AI。例如討論、分析、反思、創意寫作，又或者解難能力，呢啲都仍然需要學生自己參與。AI 可以提供參考，但唔應該代替學生思考。第三，就係學校有冇建立清晰嘅 AI 使用指引，包括學生可以點樣使用 AI 完成功課，需唔需要申報？老師喺課堂示範使用 AI，又有冇一致嘅原則？相信呢啲都會慢慢成為每一間學校需要建立嘅制度。最後，我想特別提提各位老師，未來教育局評估一間學校係咪成功推行 AI 教育，我相信重點未必係學校買咗幾多 AI 平台，又或者投放咗幾多資源，更加重要嘅係老師有冇真正將 AI 融入日常教學，同時仍然能夠培養學生嘅獨立思考能力、資訊素養同埋數碼公民意識。所以現階段唔需要急住學晒所有 AI 工具，揾出每日教學最花時間嘅一個環節，試下利用 AI 幫自己改善。當熟習咗之後，再一步一步擴展到其他教學工作，相信咁樣會比一次過學好多工具更加有效，亦更加容易長遠實踐。以上就係今集新星代教育快訊，多謝大家收聽，我哋下次再見。